讲到这2025 APEC 经济领袖会议已经结束啊，咱的领袖代表任信基今仔登来到台湾开记者会分享成果。任信基表示讲，伫咧会议当中，伊感受到这百花若召开，蝴蝶自然会来道理。各国对台湾的 AI 半导体还有中小企业，拢表达想要合作意愿。另外，任信基即届呢也含真济外国的政要会谈，包含日本的新任首相高市早苗，说引起中国的不满。任信基表示讲，这高市早苗讲台湾是好厝边，也正关心台海安全。让我们欢迎林信义领袖代表。APEC 领袖峰会落幕，领袖代表林信基带团回国，初三出席记者会分享成果。伊讲顺利完成总统赖清德交付的任务，也伫会中充分感受花若盛开，蝴蝶就飞来。台湾伫 APEC 的能见度明显提升，各国对台湾的 AI、智慧医疗、数位健康，也甲中小企业轮性发展，表达真大兴趣，也甲合作的意愿。当各国在讨论如何建立可以信赖的供应链的时候，马上就聚焦到台湾了。林信义嘛，甲真侪位领袖甲代表团成员互相对话，包含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、新加坡总理黄顺才、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等人。尤其林信义个会晤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，是这届一大特点。高市阁打出2个人握手的相片，展现台日情谊，引起中国的不满抗议。他认为，第一个，日本跟台湾是一个非常友好的邻近的国家，彼此的关系非常的密切。他对于这个整个台湾海峡的安全和平安全，他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。但是代表团传出为接机到做伙翕相的徛位，拢叫中国打压。外交部坦白讲，中国对台湾的打压愈来愈大。国家中国要主办明年 APEC， 到时阵咱台湾恐惊会拄到更侪阻碍，互外界烦恼参加会议的人员人身安全。外交部表示，真侪领袖经济体原有共款的议论，虽然中国进前有书面保证。不过外交部是讲会持续甲其他的经济体沟通，促使中国履行承诺。我们就是平等的会员体，大家应该平等的对待，接受平等的这个接待。去年我们知道，中国提出要主办2026年 APEC 申请之后，那我们就直接向中国方面提出了，就是说有关于我们是不是会被平等对待，以及我们与会人员人身安全的一个疑虑跟质疑。那最后在我们跟这个理念相近这个会员共同的努力之下。所以中国做出了这么一个书面保证。针对台美交流的部分，国科会证实有甲美方讨论台湾模式伫美国打造产业园区，对咱拢提出的需求，美国表态会尽力协助。记者采访报道。